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的税务局有一个女性的税务员防指控，讲这4年来，把这个育婴假、产假、特休假等等的假，拢总清了了。这段时间由于拢无上班，总共是请假请701天，各领各种的津贴高达105万。今年的6月疫情的期间，伊申请复职，大家想讲伊要回来上班咯，主管嘛考虑到伊的工作就要接触到民众，所以就甲列入去注疫苗的名单。想袂到伊这个疫苗注咧，竟然随国继续来请这个育婴假，讲伊的同事拢硬气。外形水水啊，这个女税务员2012年分发到南投县税务局去服务，伊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向民众解说税法，人也袂歹。不过，伊互人检举讲，为2017年开始，伊有先生产请育婴假；2019年，伊有第2梯继续请特休假甲产假，一直到2020年4月份无假通请啊。伊阁用照顾出来囡仔为理由继续请育婴假。今年5月份疫情爆发，伊申请复职，随又阁请防疫假，薪水照领。到6月份，伊申请复职，阁因为工作需要去注疫苗，不过注完疫苗，又阁以照顾出来囡仔为理由继续请育婴假。4年来，伊请假701天，加算算的差不多无上班，不过有领津贴105万。这样是不应该的、观感不好。对，一般我们民众不可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每个工作都有他辛苦的地方，该给他们福利就会给他们。这个女税务员当年佫捌伫网络铺这个文章，分享考公务人员的经验。伊讲，伊本身大学毕业后，为了准备考试，有真大压力，时常会感觉强要袂喘气，加在亲人互伊继续坚持落去的力量。都是依照人事法规下去申请的，我们就依法核准嘛。对，这样我们本局也觉得就很无奈啊，将来要报请行政院人事总处。女税务员连伊复职，连伊请假，害税务局无多找育聘人员代班，敢会使将这个工作转予其他的同事。虽然伊是合法的请假，不过已经互代班的同仁叫苦连天。